中大學生媒體大學線近日一段題為事不關己嘅視像報導，引發咗社會對關愛隊工作嘅關注同埋討論。有關報導長大概12分鐘，內容主要涉及個別關愛隊嘅活動安排。我並唔係要質疑報導造假，但係如果單以報導中提及嘅例子去評價關愛隊嘅工作，咁就未免唔夠全面啦。舉例嚟講報道提及有活動喺拍攝大合照嘅時候，將關愛隊工作背心交俾參加者沖撐場面。呢個情況雖然唔理想，但係出席嘅亦都係真實參加者，絕對唔係所謂嘅篤數。現時全港有超過450隊關愛隊，小至定期嘅噓寒問暖，大至社區出現突發狀況，包括停水停電、發生嚴重意外時候嘅安頓同埋照顧，關愛隊成員同埋義工都會參與其中㗎。市民絕對唔應該單以1、2隊關愛隊運作上嘅錯誤，就抹殺晒關愛隊對社區嘅貢獻，又或者輕率咁樣認為全港關愛隊都事不關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每支關愛隊成員唔多，只有8至12人，全部都係義工。咁喺舉辦活動嘅時候或者係有需要喺社區招募人手。麥美娟強調，所有資源都會用喺市民嘅身上，當局會喺同關愛隊嘅2年服務合約完結之後，用合適嘅方法向市民公佈關愛隊工作嘅整全資料。今次討論有關嘅報導，係希望市民千祈唔好被一葉障目，輕易咁樣被挑動對政府同埋社會嘅負面情緒。咁講並唔係杞人憂天㗎。喺大學線報導刊出之後，一大堆所謂網絡意見領袖，即係 KOL，隨即就加入抽水嘅行列，作出種種煽動性嘅分析。部分立場偏激嘅 KOL 更加係加油添醋，喺社交媒體平台聲稱設立關愛隊嘅目的係監控每一個香港人。呢啲全無事實根據，甚至可以話係信口雌黃嘅指控，大家係咪似曾相識呢？2019年黑暴期間，假消息、假新聞嘅殺傷力有幾大，想必大家都見識過。今日香港社會表面上已經回復平靜，政治爭拗表面上都停咗落嚟，但係我哋絕對唔可以好了傷疤忘了痛。近日有3幾個分別嚟自美國同埋澳洲嘅媒體接連發文質疑特區政府規管簡樸房嘅建議。佢哋喺報導中刻意忽略政府官員就政策嘅澄清或者係解釋，只係一面倒咁樣引述反對者嘅意見，背後有冇不可告人嘅原因呢？係值得深思㗎。別有用心嘅誣衊同埋抹黑，絕對唔能夠輕視。政府有責任及時澄清嘅同時市民亦都必須學識睇得更全面，以唔同角度去分析事件，唔好隨便落結論。今日社會仍然有唔少潛伏喺暗處嘅勢力，伺機而動，意圖令到社會再次陷入動盪。市民必須小心，千祈就唔好俾別有用心嘅人利用。